迎江姐。哇，成個真濟人了，會冚阿蒙蒙後面就感覺成真濟人了。這個禮拜咧，我就是到啲82點嘅時間嚟落幾個數，梗係嚇到人驚。你等陣我除位幾聲得咯，等陣，喂幾聲得咯。Hello， 等陣 Ghost，這邊啊，什麼？等陣，這裡。看來邊啊有人，望開你行時邊啊就會長出來了。這禮拜我要歡迎我的特別嘉賓起來台頂。OK，各位三個咁啊，我歡迎我特別嘉賓起來台頂，就是要請咱5條長衫，威威娃娃，佢會就不看屁。啊，威娃娃來，5條長衫，來慢慢鋪起來。有一支麥，這邊下，來這。Hello， 歡迎威威娃娃。Thank you。你個阿康來未啊？未 OK。Good。My eye。OK。歡迎威娃娃。最近看到鬼哦，除了你自己。有。我講，這道奇怪我唔知我有看到。哦呀，開始燒掉。等陣做，阿老闆做，阿老闆做到啲很屌。而買是成個路，而家按那無。OK。嚇，你講話較大聲那無啦？會使。即跳到一班。我 recorder 落我驚。會有你還是會 solid 啊？會 solid。OK good， 感謝。OK 來講者。你當上班就幾個數，人起來講呀。那個叫做幾個氣球，幾個數請你起來講。嚇，你明未？嚇，企到有哪行起來是有哪笑。來起來台頂坐。嚇，諗拍手，我知愛喎，免得，知道？下起來。哦 ，thank you。來，學威威話講聲，哇，威威話笑哦。哇，個膠背。哎呦，我成個乜嘈啊？你看。我成個你嘈啊！一嘈啊，是北海豬。你飼鳥幾隻？50。30個，冇啦，減啦40，十幾隻你看啦，10幾隻嘅減咗就只佢成都我就只。OK， 來講下你幾個數？哦，我只估無，講大聲無？我只估無起來講，一個啦嘛。然後我是真正少看到鬼啊，是咩啊？無安尼款經驗嘅。然後頂一日那時呢，就啱好是7月那時，然後我應該是唔使去大陸了洗衫，because 當今，because 當今洗衫，伊人有嗰種講住落雨嘅。แล้วหลอกลุยนี่เหรอแล้วว่าแต่ปอแม่ก็กิเซ่because โบหลังมาอย่างเงี้ย เจ้าลูกบอกตัวสุดเซ่ลูกบอกได้กับบ้าตูขี้กังปีว่าลองเกาปีขี้ลองเกาปีกับบ้าตูนะตุยต้องไม่เชื่อก่อน โอเคแล้วคือที่ชุมีโอเคแล้ว即係ลอง平常時看冇掉啦嚇แล้วแต่ปอแม่咯，ปอแม่佢寫咯，แล้วว่าจะเกี่ยวว่า標妹就對了ว่าขี่佢哋點咯，แล้ว或者係但 suddenly 搞個一個位那是
位那時呢，吼，就看到有一粒 balloon，喲，你唔是白色嘅 balloon，是驚來哦，係咪嚟？唔是驚，係咪應該是真衰嘅？แล้วแล้วนี่อ๋อแล้วแต่看到有一粒白色嘅 balloon 到多餅到招餅 OK แล้วตัว餅นี่แล้วอีแต่ stop 掉嘅喎อี停掉嘅อีโบไปขี้อีแต่是อันนั้น款ต่อผู掉แล้วรู้น่ะสิ講咱講用 balloon 啊น่ะสิ講รู้สิ係helium gas นี่อีสิไปขี้ขี้嘛แล้วรู้น่ะสิ講用吹嘅นี่ balloon 應該是點落去嘛冇喎อีตัวตรงผู掉แล้ว我就教ให้表妹講ลูก看到because 我就冇驚咧又幫你一點啊你講咧แล้ว我表妹講我表妹就講有看到แล้ว我兩人就點咯แล้ว點啊你講啦แล้ว我車ขี่個邊玩嘢時咧我就停落嚟 because 我唔加滑ขี่แล้ว suddenly อี balloon 啊บานๆนั่น講刷過嚟落掉แล้วอีแล้วอีสิ actually 一點喎，貴驚，แล้วอี actually 是有北掉係刷แล้วอี刷是成間有人看掉你看哦，人掉風吹啦，但你講風吹我本時你看想啦風吹啦特別一刷無背喎一刷是跌你看 maybe 一啲有白掉，冇但是我講我表妹講我就問我表妹講你看清楚是安怎嘢安尼講慢慢行個動去嘅แล้ว我表妹就看就點我講伊線係咪無講若是講你講風吹本好啦伊線應該是有無伊成點啊你講行個動咧嗬แล้ว我就嗰時 still 停掉個我唔敢話車過แล้ว我就講哎呀我用華語講啦你讓我過啦你看แล้วอี from ตรงเหรอ慢慢刷去邊啊去อะไรก่อนเหรอแล้ว哇，就喜歡啦。แล้วว่าแต่แล้วว่าอีปวยกุย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อีแต่อีเบลล์ปวย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อีปุ่นบอก講ปวยเจ้าแล้วอ่ะอีก็เป็นจะ停到邊啊去喎แต่ไม่ใช่รู้น่ะสิ講รู้ห้อง吹咧อีแต่เดี๋ยวปวย去還是刷去白位啦嘛แล้วอีแต่是當靈魂路邊嘅邊啊你講停掉冇我今日對一本輪看到都驚啊，嗱閃路啊，都幫配咗，แล้ว不正啊！แล้ว我妹我就教我表妹講你我就緊張啊因為我冇看過你講啲物件白色嘅 balloon 我講你看到嘛俺就俾梅南西啊，梅南西看到看到上面。แล้ว我表妹就講啊我表妹你啲就驚伊講你靜啦你快點走了啦你話咩話走？咩話走嚇你看咯然後你是選咗是七月但是講because 七月那時我人都有講條幾個故事或者咩物件 before 我人坐到車內邊但就是講看到安尼款嘅物件啦嘛所驚去咯嚇แล้ว所點去咯安尼款所以你選 first time 頭先看到你廚字版唔是有嘅咩？係啊，掉走。有隻謝冷梅話頭先，咁樣in冷梅咧，謝冷梅。梅話係字版白魯是啲字版啊！字版是有鬼，字版是鬼嚟。字版白魯是卡無安怎啦？無差亂路啊！因為我是無 feel 過，你一個學生囝看過，
แล้ว朋友เพิ่ง看過อันนี้看咯แล้วแต่พี่應該是可以多嚟邊อันนี้看เนี่ย咯冇記哩啦อันนี้看呢部叫我到底翅膀真正激死我แต่พี่應該是冇記哩นั่นขอกินได้อู Facebook ปังงาน啊笑เพราะว่า嚟堂啲大嘅感謝威威感謝你想到你名未呢句大家好，我是新椒，我是石西。石西啊？石西是阿毛會刷石西我找你個人石，你無西嘅人係你就石西，即係石西。石西對石西，石西是咩呀？阿毛會啊 concrete 石西是 concrete， 石西是 concrete 啊。下冇我真係石西是 concrete 啦。concrete。OK， 石西我搞到咯。OK， 我就嚟上線鬼，but 嚇，你安尼講乜鬼呢？我就冇看到鬼啦。嚇，所以一到時呢，我就去越南咯，去旅行。哦，所以我都講越南。我是5個人，我都5個人。啊，是講去過下內咯，就係講伊個，啊是講你大咧，甲辦伊個劇站嚟講呢個，伊是甲舊嘅咯。比人做生個大啲多，所以殘來啊老嘢。แล้วจำสินี่ว่าสิ一個所在，往這10幾點鐘火車轉來，所以到個下內時，你這火車到這邊去啊？到你這個到越南就火車。哦 ，OK。所以到個下內時個時間是半夜3、4點咁樣。所以你客棧落嚟接往咯，接往到對客棧休息咯。休息時，往開了會，因為往5人之前嘅房間真大，安個有攞點嘅 king size 嘅名稱咯。所以我就多了困咯，困，因為真神咧，因為都可以車無限困嘛。所以我就困。Suddenly，我睇到邊啊，一個查甫講越南話，都係笑咩？我狂浪狂啦，狂嚟插哇！對啦，你唔插同佢講乜嘢嘛？แล้ว他暫時講真，北京是往5人呢，無人喺講越南話嘛？แล้ว個半暝呢，無幾有人，無都喺邊啊呢？我你去啊邊啊呢？到時喺講時，我飛到講佢是學鬼笛啊，未完全未出聲，未叮當。แล้ว學鬼笛，人做咩呢？人就錯話咯，個錯未掉，哦錯未出，你時候會錯下面一句，幹你媽 ！After that，咁未掉แล้ว佢成故事完全是未叮當，แล้ว你目睭是開了嘅。你呢個聽到人講紅卡同關個就講了，對，查甫命來打波。哦，查甫命打波，差唔多。แล้ว阿家居然正後，我哋叮當時嗰度教邊講，喂，我唔記得。แล้ว有陣時我講笑嘛，因為特登困了開了會，我諗佢就可以困到嗰啲機會啊，因為就大驚嘅水，房間。แล้ว OK 咯，我嗰陣困到對。困，嗰陣會跌第二刀。嗰陣講話，上話是知道。嗰時上本不是笑咩？買牛。แล้ว我邊人買菜嗰時候，應該講誒，你困了你就神，應該是你就神。你心裡你就神啊，所以你非得講聽到你聲。แล้ว你馬上聽，所以你未叮當咧。所以佢然之後呢，佢就冇嘢。就是話拄到第一件就走咯。幾時經驗啲呢？no 3年整啊，3年整啊。3年整。平定。感謝，個住會講句嘢告訴我，真係講。咁咩啦，明嘅事。或者你就我起來，我拖你起來。個啷個我？呢個我。就是個句嘢告訴。下嚟，起來，歡迎，感謝威威娃娃嘅石西。個住個小笨笨，他媽有嘛？住哈，來，起來，來，
你小笨笨苗苗未啊？一間人豆啊，來坐坐。我咧坐你其實看唔到你人身軀嘅相識，這個都成隻鬼頭啦，पू掉。你小笨笨你苗苗，然後成叫你成你苗苗。我是新疆 straight square， 地龜 straight square， ，straight 龜係咩？ Hokkien pronunciation of straight ski。地龜，那 straight 啊地，你咪地龜，你咪係地龜啊？啊，地龜。OK， 我仍然好啊。地龜啊，地龜你是頭一擺聽啊？啊，無頭一擺做特別嘉賓，你有聽平時聽邊個嘅？平常時有聽吧，just 聽幾個故事。哦，你是講聽幾個故事 ？OK，你講下。所以我係唔是我嘅故事，你是我朋友嚟講嘅 colleague 捌嘅人嚇講起嘅。係，係。伊捌嘅人是佇檳城內面一個私人嘅老軍處做工嘅。然後你使講就去講。伊會看到物件嘅咯，所以常常本有甲人講，伊看到啥物物件。然後伊講老軍處呢，咱大人知本老軍處內面本有物件嘅嘛。對。然後伊講呢，伊大都看到呢老軍處啥物位呢，大都本有安尼款嘅物件嘅。所以伊是做咩工的？你老講伊是 nurse 來。OK，秘書。秘書來。然後伊講大都老軍處，安尼款嘅物件。我想老人困咧，愛困咧。其實你就會講，嚇，跟住學鬼，你聽到阿當，哇，我就笑鬼啊！啊，你講，伊嘅經驗呢是講，安尼款嘅物件較濟呢是佇眠床骹嘅。喲，見你。冇眠床骹。所以伊較濟佇眠床骹嘅位。了了伊開多嘅房嘅位啊，本有嘅。了伊人較濟呢是佇嗰個伊個 partition curtain 啊。哦，你炸咧梅迪。炸啊！頂邊。話喂 camera 都咪轉嘅嘢俾。伊人較濟佇伊個炸嘅物件會頂邊看落來。哦。咱講過後尾係咪嘅咱？然後伊最近有捌經驗一項物件，就是講人生囝過了啊，伊個 placenta。嚇 placenta 是胃啊，胃，係咪鼻胃？胃，伊胃嚇，because 伊生過了啊。那個學到一個字啊，胃。生過嚇。我生過嘛唔知。生過了，伊人微絲嘛就 dispose 去咯，嚇隔去 biological waste 咯嚇。所以伊個 job 就是放啲 plastic 落嚟邊，然後寄去 dispose 啦。寄去賣，啊無寄下隔。下隔，所以伊把啲 plastic bag 了，驗條是未去過嚟伊個嚟 disposal unit 啊是。伊感覺到一定得。有物件寫丟掉 plastic bag 啊，比伊關係丟掉，嘛伊關係啊，伊所以無。伊逐擺咩人啊？伊唔知，伊是關係看到物件，所以伊無物件。佢啲，會可能丟，你話你驚？你驚哪句句？那肯定就係講少少你未驚。嚇！伊講唔夾實驚啦，別見啊，你免家己下格，你叫咪試下格嘛？你咪特別名稱卡寫字就冇啦，係嘛？你係你啊？然後顧一個告訴我聽。哎。然後這個是我嘅 friend 嘅朋友，經驗到伊去台灣旅行。所以伊佇台灣旅行時，伊去一個酒店大啦，這酒店快出名，有安尼款嘅物件發生嘅。Grand 嘟嘟台灣啊？台灣第二咯。
还没嘟。 Grand Hyatt。哎，别再讲三人员。OK， 了。所以一大時呢，伊阿妹話啲名稱圍困咯，然後 suddenly 風險扯起來，伊看到一個查某啲伊個面前徛了，然後唔知無講水無水喎，然後過後呢，伊個查某風險跳啲伊個頭頂，喲，安尼過，跳啲頭頂，然後看了伊個面。 然後而伊手安尼款 OK， 叫伊數者，喲，攞個老趙看到，會驚未？興起，把你動作救伊，佢對自己阿妹哦，只間刮聲鐵釘釘咯，見嚟佢對自己阿妹哦。不過後發生啥物事我唔知啊，伊是安尼款講，伊安尼講。破蛋啊破蛋，啊你驚，你驚。OK， 感謝。你名咩啊？啊，地龜，這件是伊嘅啦，正。係啦，你名你寫到你名咩？我是新椒。嚇，新椒哇！咁咧新椒嘅咧，大媽住了長衫是老椒，因為我找到嘢啊。啊，去拍電話。咦好，格朗講，冇啦，嚇，然後你我叫四季啊。四季啊？哦 ，OK， 你四季出事嘅？你都未使。哦，我棒掃掉，我個仔你是阿篤誒，驚別就我驚係朋友呀？是啊，棒掉。來四季來講，四季講七季告訴你。OK， 我是聽到聲，無看到人嘅，無看到鬼，唔是看到人。然後頭一陣我聽到嘅是我住 flat 嘛，住8樓嘛。然後半暝12點半嗰陣時候，我聽到是查某喺嚎叫，喺嚎叫。然後我咁講，應該是人嚎叫，還是可能拍什麼啦？然後過後小姐摩托行過。慢慢來問才講。緊張，然然後我摩托行過，然後伊無啥無垃圾無咩事到，然後我突然聽到，然後講唔對頭了，然後我講阿彌陀佛咯，然後講我困咗，然後到 next day 嘅時候，我門我出來啦，有聽到，人家講冇聽到，我到8樓位樓頂位，特別聽到樓下嚎嘅聲。只係似參等喎，好古喎。好古，伊只哭泣款啊。哦。然後我袂曉做。我做。關啊嘅聲。聲。啊個幾歲咋冇？唔知啊，就講真係凄慘無掉，差不多。無肯定數。個門喺度先。冇啦，伊是喊冇喺破嘅，伊是淡薄嘅。然後我規身骨咯，領一轉了，我就阿彌陀佛多謝明我，然後佢又是無辜了，我已經困咗。你會響呢？還是你困咗？伊嗰啲等了，嗰啲好等。一做你是單調，我一腦伊咪聽。哦。然後第二單時候，我是落 KL 去找我 friend 咯。嚇，對不對咯？然後我早起時我入去厝，然後 feel 到頭前啊醒了，然後我講maybe 我無夠困，所以我講唔要緊咯。那暗暝是轉嘅時候，伊嘛是10分食飯哦。我女朋友10分食飯，我成個鬼手都食飯，哇！現在咪7個多餅嘅7個10個嘅。然後要做神子啊嘛，搭子這樣都知啊。咁啊，就是時候啊，搭子Anh căn nhà họ bắt tập chí, hay con, nó xem nó chả, ít chỉ ít giá cầu ý. 然後伊做曬嘛是係到小英哦，就是講時啊，伊小英攞你係到一查某一大波嘅，黑白小英嘅。然後我前面知啊，感覺講我哋看小英，
愈看愈直直爱看伊小英咯，嚇，都係上伊目睭看掉愈哈。上了咯，攞你們上啊？哈，然後這裡是我甲我 friend 本嘅啫，我甲我 friend 白白你去另外一 friend 個你做工做嘛啊？無迄是我 KL 嘅 friend，我個甲個一個 friend 喺邊咧落去 KL 嘛，嚇頭早去嘛，未曉去嘛，所以伊來找台灣哦。嚇然後我去出席嘅時候，然後伊嘛是內小英看我 friend 是佢又是講咩啊？上有人上了你食物件了。哦。哈，然後。係衰了嘅講到啊！然後講緊，尤其是阿妹站嚟了。你容易哇！我唔知啦。你容易賭啊！哦，你未記叫嚇，你未記叫。因為我早起去時去，然後接阿妹時我接去時去，我係 feel 到講接下嚟會好去呢後感覺十。其實冇咩反應咯呢。嚇，然後我就講應該是冇接會腰啊去。然後我講 OK 唔要緊咯，然後佢後時阿妹站嚟了。哦，你個大下邊嘅？嚇，你冇驚？我幾粒？當然冇數嘛，我maybe 伊實已看到你是 maybe 你懷疑下樣嘛無，然後半暝時我每個 friend 一去大陸咯，然後我 friend 講咩啊？唔去，我講 OK 咯，就幫照。然後我講唔要緊咯，你困咯，你是唔是嘅驚了？冇，阿妹你叫人招人去幫照，叫人去幫照啫。我轉到邊，你轉正邊。佢話就爆燈啊！你話。啊！就呢，伊厝吼骨大間誒，然後伊成日個仔厝誒，伊嘅厝嚇老厝誒，然後伊回個是咁社會來咯，然後伊嘅 washroom 吼係上係咧 mirror 大大咧，伊 mirror 係了就係見佢大大咧，看佢啲佢哋成股嘅咯，然後表姐就了看到。我表姐一邊走一邊驚嘛，我冇了，然後 OK。我唔有表去對咯，表講買實店，然後佢有時講，表去背落去，然後我攞去後，往 start 要困嘅時候，我甲表聽無到聲聲，我表聽到嘅時候，阿妹會對那邊有人行落，實去卡實跌倒，實行來行去番啊，然後我咧好，甲伊無相信咩咯，我就看目睭爾吼，關地唔是，我看目睭爾吼，伊想講有啥 radio 人開 radio 咧，切切咧吼。啊，有一刷，刷先。刷，然後有一個大包咧，然後我講咩聲嚟？然後咪開目睭哦，冇去哦，我就夾幾次頭痕啊，冇去哦，即係個有。啊，我就冚了下個有咯，然後我開嘅冇，我就開嘅冇咯，我連呢把咯，有寶啊！有冇講？我講咩啊？真嘅，我一邊出頭一邊喊咯。你錄下，錄人呢 stereo，然後這邊加邊對。我冇笑掉，因為我真係驚嘛。啊，你嗰有時候看目睭咯，有時當時等真係久我阿咪頭佢個驚咯。我在喊啊！冇依家唔要講吉搖啊嗬，打波嘅聲係，然後伊上 radio 冇啦 radio 嘅聲，然後然後我腳，唔接會可能咪見冇行講。然後我哋念阿彌陀佛咯，已經困咯，但係聽無啦。你到底搞啊你哦？阿彌陀佛咧就困。做啲 before sleep 嘅事 before 愛困嘅時候，我困呢個就講樓梯位阿底位就，然後伊樓梯卡底位，唔知是伊公司誒門層嘅啊啥物，我唔知。有門層到邊啊？有一個門層度，無可能人好好人困樓梯阿底位嘛對。就我看不出來，我知道的。然後我困喺底位哦，然後就做桑拿啲。就你講真啊，我朋友嗬，伊唔家對厝，我唔知是唔家對厝啊，但係阿妹啉酒啉到3、4點啊到厝誒。
然後我。驚厝，伊驚伊家己厝應該是啦，should be 因為看 friend 就 post Facebook 講佢在啉酒啊，佢在咩嘛，แล้ว佢只是，是傾念住。แล้ว佢只時候我搞表其實叫 friend 嚟陪伊咯，แล้ว伊嘛都無多厝本嘅就，搞到要起幾啊堆嚟，拉登想咗，冇事啦，誒老厝啦。哈，แล้ว OK，before 我哋當時嘅時候，我是拄着面咗。佢後時我甲知啊，講聽，老實講樓梯邊一，嘛就是 support 咧條，跳。嗰條好無可能有火嘛對。出火係跳。唔是跳出火，伊只隻梅花嘅嘛嗬，咁無可能有火嘛，因為比如冚暗了，一邊是梅啊，第一邊嘛是無半行嘅嘛對，我看到攞嚟見你硬嘅物件，是呢，我看唔是硬撳下呢，然後我冇表。意思係呢，一粒攞粒，是一粒攞粒。安尼翻呢咯。哦，安尼係一粒攞粒。嚇，伊是圓嘅，然後我冇表看到，我表講咩啊？冇看，家己困。就呢度呢少少妹是講要看到本嘅，因為冚啱咧行音有攞嚟攰哦，然後我冇表咯，唔知入邊寫咩嘢，我去看嘢啦。然後比如講買幾波困了，然後講唔係啦，一看啫，然後我是要去讀看咩放歌。你要讀啦，硬就咩物件，我咁啱嘅。係，我想講寫咩嘢，我個好奇講入邊是係咩物件，咩數冇攰。就係冚開是冇物件嘛，然後咪數落點，然後我邊看咗，然後比如叫我，叫你買去，唔是叫我買去，叫我困到堆。哦，伊就講冇，然後就我對入邊咧時我去找看時候，過來係落點是係你物件目睭嘅。係咩物件？伊講嘅目睭啊？係你嗰時目睭嚟啦。啊，做你知呢？因為我唔知看咩YouTube 啦咩鬼嗬，伊講嘛，然後嗰陣時我個仔講，我過來是係你物件。這裡不知者不罪嘛，我俾佢讀嚟講。你講邊讀？感謝。OK，你就講哦。誒，你是唔是會講隻鼓啊？拍誒表拍啊，不要拍少少嘅字。嗰就是嗰地龜加點樣？4個，感謝，開始。Go，嚇 ，OK 講。ex colleague，你朋友梗係搞杜龜嗱咯。每看得一間公司咪做。即個 ex colleague 伊本有聽邊個學嘅，本自家聽邊個學嘅，佢告訴我，伊家己有陣時冇看到物件。即係部機器嚟講，我叫伊入邊歹勢啦，所以伊知道看到嘅是啲shopping centre。哦，不讀咯，我不讀。跟住啊，嚟啲跟你แล้ว所以即個 shopping centre 嘛有multi-story park 嘅咯，幾樓嘅咯，即係白車，然後練來練去，甲佢個店面嘅咯，伊開車練去也是啊，伊看到伊個壁嘅位啦，有一項物件坐了啲個壁嘅位，我冇幾層啊，一個影咯，問啦。所以我問伊影是安怎安怎坐啲壁嘅呢 ？because 伊個 key slope 也是邊啊有壁嘅嘛，然後本有一個 empty space 嘅嘛，哦，所以要安尼拖出來可能，哦，物件坐。伊看到我問伊安怎款嘅影啊？伊講像嗰個 movie Predator 啊，伊 cloak 也是啊。invisible 也是啊，糊嘅嘛，安尼款嘅，特別是人嘅形啊，生個 gas 呢，哦，所以看到伊一看到呢，佢冇幾層啊，班配，伊看到個一坐了，邊一看到呢，伊一跳落去啊，嚇，我成驚，佢講過。所以跳落去啊，嘛教化嘛，去做嘢物件咯。黑餅我聽過幾個人講啊，黑餅啊。OK，感謝。4個加
啊，地鬼，當時個就是要講鬼嘅故事個，有啊，無啊，嚇，無啊，未笑大啊，嚇，幾點鐘啊？咱看看，就這樣咱看就是我皮落來，現條皮落去無面咯。無啊，咁兩個人哦，落個人來一笑，我講係兩個人看嘅啊。伊人那英國人講未看啊，再講未看，再講看，佢有幾個數？得咯，哦，這邊啊，這邊，我講住，還一定啊，嘛，你看接來我唔捌你哦，邊你好見咧？你聽下，嘢攏蠻好啊啦，一定咱咧水嘅鬼哦嘛，青色紅紅。個住個，幾個是無啊？小蛋啊，係接啊，幾 minute 啊？嚇？37 ，OK，係小蛋啦。攏別講哦。OK， 小蛋邊人幾個賣啊？小蛋啊，各位聽眾。OK， 嘅 ，OK 啦 ，OK， 誒，你攞有潮邊人學嘅掛，即係啊。是我叫人跳了要跳 ，try 好了，跳了。你是別曉呢？OK， 收到，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特別呢是感謝阿龍，感謝邊頂白拍手，感謝邊頂白好啦，用伊地方。嚟講幾個故事啊！你暗播咩點？我同佢做啊！咁咩 ？Next topic 啊！冚紅事啊！人聽到聲就是唔是。OK， 感謝各位聽眾，尤其是今日到底出來看播咩點嘅各位聽眾，加現場學幾間，แล้ว加春嘅聽幾間平常時聽，感謝，拜拜。